来看苗栗特殊教育学校今年第2届代表台湾参加世界啦啦队锦标赛，伫特殊奥运组决赛摕到金牌。这项比赛举办以来头一届有美国队以外队伍摕到冠军。 有整齐的动作是精准配合音乐得跳，国立苗栗特殊教育学校的加油队，台湾时间2月半暝伫美国奥兰多参加2024世界加油队锦标赛的决赛，差不多拢无失误，发挥有够悬的水准，摕到冠军。苗栗特殊教育学校加油队是20个国中含高职的智能障碍学生联会组成的。去年是第一摆代表台湾去到美国参加世界加油队锦标赛特殊奥运组摕到银牌，今年佫进一步摕到金牌。学校讲，学生为了参加比赛是真接训练，克服学了万个熬袂记的问题，佮使用有客家元素的音乐设计全新的动作，在师生全力付出之下，才摕到好成绩。 我真的要非常感谢这些孩子，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能够站上世界的舞台。那我接下来我要非常感谢我的同事，一群的热心老师，没有他们，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台湾队嘛是这个比赛伫举办以来，除了美国以外第2个参加比赛的国家，而且伫第2摆参加比赛，就甲美国队挤落来摕到冠军。校长老师伫现场拢感动甲流目屎，师生暗算30公赢倒转来。记者综合报道。